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真欢喜，会当搁一摆来到伫读性册部分字这个节目，来当看到伫这个节目内面有愈来愈侪无共款、真多元的特别来宾踮伫咱中间，包括咱前几集咱有看到囡仔，有看到小朋友甲咱做伙读台语。顶礼拜咱嘛看到讲有一个对台东来的，虽然伊无啥会晓讲台语，但是伊嘛真欢喜来甲咱做伙练习。今仔日要甲咱大家搁介绍一个新的朋友，咱的新的来宾。伊的名叫做进攻。咱请进攻来小甲咱观众朋友介绍你家己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黄进攻，我是台南人，我之前读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维护。我即马是伫东门北客历史教育推广协会咧做事。阮这个协会是讲。东门教会伊要办活动，有足侪重要的文物，需要来好好保护甲记录，所以较为阮这个协会。过来，阮会甲教会遮一寡手写的簿开会记录，甲遐拢做判烂烂，阮会甲修理，搁翕相落来。以后若是有人要查询遮的资料，就当透过网络。就袂伤害到遮资料这是阮即马咧做的代志。OK， 所以亲像厝内底迄款，若是破去的圣经迄嘛会使吗？无问题。像顶礼拜就一个阿姨，伊摕伊妈妈传互伊的圣经，真正是破鼓鼓，来问阮看安怎修理，阮嘛甲评估啦。是但是这安尼修理一本册，安尼可能要开足侪钱对无？无算少，因为嘛是爱看册状况啊。是所以若是讲即马协会咧做这个工作，嘛是爱足侪经费。因为阮嘛当行政尔，所以嘛是爱需要大家支持啊。OK， 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对这个史料、历史资料的保存有兴趣欢迎你会当来熟悉这个协会所咧做的代志。你若是搁知影若是有想要支持的话嘛，欢迎会当奉献来支持这个特别的事工。因为这个重要保存历史资料的代志，其实是咧记录踮伫过去捌发生踮伫台湾一切的事。所以咱会当看到咱的祖先因踮伫遮捌做过啥物代志，所以期待大家人共同来支持用经费嘛会当用你的时间，用你的气力。做伙，互即件代志会当来成就，咱就会当互咱的记忆，互咱的故事会当一代一代搁延续落去。好，感谢进攻伊的介绍。咱今仔日所要读的范围来到伫马可福音第7章的第1节到13节，所以嘛，请咱会当做伙来准备。咱即马就来请进攻来读马可福音第7章。有法利赛派的人，甲一寡对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斗阵来找耶稣。因看到耶稣的门徒有人用无清气的手，就是无洗手就食饭。原来法利赛派的人，甲所有的犹太人，拢遵守祖先的传统。若无照法度洗手，就无食饭。对市场转来，若无洗嘛无食，若无洗嘛无食。因阁遵守其他真侪传统的规律，亲像洗杯仔、罐仔、铜器甲门床。OK， 咱几个所在小可注意迄个音调就好。法利赛派的人，甲对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，后壁到第3节，拢接受祖先的传统。传统是传统，不是传统。传统就是咱亲像华语咧讲的，所以是传统。所以这几个所在注意一下就会使。好，咱搁对第5节来。所以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问耶稣，是安怎恁的门徒拢无用清气的手食饭，违反祖先的传统？耶稣应讲，以赛亚所讲的关系，恁遮的家伙
的人的语言真德。伊安尼写，即个子民用喙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。因用人的规律做我的教师人，因敬拜我拢无采工。恁竟然放煞上帝诫命，去自守人的传统。好，咱几个所在吼，头一个是安怎你的温度用无清气的手食饭，用无清气的手食饭。过来上尾啊，第八节，恁竟然放杀上帝的诫命，去接受人的传统。哦，这是几个迄个词的部分，咱家己读个较清楚就会使。来，咱搁对第九节来。耶稣阁讲：恁为着要遵守传统，用巧妙的方法来拒绝上帝诫命。摩西命令恁咧孝敬爸母，阁讲骂爸母也是骂老爸也是骂老母的人应该处死。毋过恁讲，人若对家己的老爸也是老母讲，我应该互你的已经做国语班。做国语班。国语班的意思就是献互上帝的礼物，因着尊因免奉养家己的爸母，恁用恁所传授的传统来废除上帝的话，恁阁做真多处，真侪即款的代志。OK 吼，这几个所在就是咱有当时华语甲转台语的时阵会小可乱去吼。啊，所以伊就12节听恁就尊伊免奉养家己的爸母。啊，13节恁用恁所传授的传统，所以迄个传拢是讨的音吼，传的音吼，所以这咱所注意就会使。其实正讲的台语非常的好，所以你本身就台南人嘛。嘿，厝里有咧讲啊，但是较少啦。是，但是台南人的台语基础通常是拢袂歹的。嘿，我一寡同学嘛是安尼。是，所以吼，咱来到伫台南，咱就会当哪学习台语，咱就愈讲愈好。啊，所以感谢今仔日正讲甲咱做伙来读圣经，啊，会记哩哦。咱即马咧做遮的历史资料保存的一个重要的工课。期待遮个记录，若是记录落来，咱对未来的人，对咱的囝囝孙孙，就愈知影讲，什么代志捌发生伫咱的教会，也是捌发生伫台南，这是真正重要的卡者。所以感谢大家今仔日甲咱做伙踮伫遮读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13节，咱就继续将咱的时间交予月亮阿嬷，予月亮阿嬷来带咱读圣经咯。马可福音第7章。第1节，祖先的传统，有法利赛派的人，甲一寡对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斗阵来找耶稣。因看到耶稣的门徒，有人用无清气的手，就是无洗手就食饭。原来法利赛派的人，甲所有的犹太人，拢接受祖先的传统，若无照法度洗手，就无食饭。对市场倒来，若无洗，嘛无食。因阁遵守其他真侪传统的规例，亲像洗杯仔、罐仔、铜器、甲床铺等。所以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问耶稣：是安怎你的门徒用无清气的手食饭，违反祖先的传统？耶稣因讲：以赛亚所讲，关系恁遮的假好的人的污言，
真对，伊安尼写。即个子民用喙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开我，因用人的规例做我的教士人，因敬拜我拢无采工，恁竟然放杀上帝的诫命，去接受人的传统。耶稣阁讲。恁为着要接受传统，用巧妙的方法来拒绝上帝的诫命。摩西命令恁着孝敬父母，佮讲骂老爸也是骂老母的人应该处死。毋过恁讲，人若对家己的老爸也是老母讲，我应该互你的，已经做国语版。国语版的意思就是献予上帝的礼物，恁就准伊免奉养家己的父母，恁用恁所传授的传统来废除上帝的话，恁搁做真侪即款的代志。感谢咱亲爱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读圣册部文字节目的支持，互咱会当不断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台语。每一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来宾踮伫咱中间。每一个少年人因的台语程度拢无同款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期待会当带因开始学习开嘴讲台语。有可能小可讲袂标准，有可能迄个腔嘛听起来怪怪，但是抱着鼓励的心，我想慢慢来锻炼，一集来练习的时阵，咱的台语会愈来愈好。咱的圣经节目，咱也特别摕一本，用一本来做咱的版本，这是现代台语的译本。这个译本踮伫今年度这一年中间才出版。是足侪圣经学者以及牧师用真侪时间来做翻译的工作。我相信这本圣经对咱学习台语会当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伊一边是汉字，一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会当两边做伙来三对照来慢慢练习。所以嘛，鼓励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你也未买这本圣经，我会鼓励你，会当到伫广播社，也是踮伫圣经公会来买一本属伫家己的台语圣经，缀着咱的节目，读马可福音，慢慢来读，咱就会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搁一摆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有咱大家的分享，会当做伙推广台语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，也是愈来愈侪后一代。开始开嘴讲台语，做伙也对上帝的话得到祝福，感谢大家平安。